各位老友記，最近去街市買餸或者去茶餐廳食飯，係咪覺得啲錢越嚟越唔見使？明明以前50蚊可以食到餐好豐富嘅午餐，而家隨時要60、70蚊先至落到樓。不過唔緊要，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個絕對係及時雨嘅好消息。如果你係6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一定要聽清楚啦，因為第4輪嘅愛心食肆優惠券已經正式開始派發。今次呢個計劃真係落重本，只要你有份攞到，最低只需要用25蚊，就可以喺全港多間大型連鎖食肆食到餐飽，無論係午餐定晚餐都有份。你諗下，25蚊喺今時今日嘅香港，可能連買2斤菜都未必夠，但而家可以坐喺冷氣房入面舒舒服服食餐熱辣辣嘅飯，仲要係大家平時見慣見熟嗰幾間大牌子，真係抵到爛。我知大家最關心嘅一定係點樣申請，邊度有得攞，同埋到底係邊8間食肆咁有心。唔使急，我今日會逐一拆解，由申請資格、拎飛地點，到每一間餐廳有咩好食，點樣用張券最划算，我都會同大家講得清清楚楚。大家記住攞定張紙同埋支筆出嚟，寫低啲重點，或者叫你啲仔女幫手記低。首先，我哋講下呢個第4輪愛心食肆優惠券到底係咩一回事。其實呢個計劃已經嚟到第4次，目的就係想減輕長者嘅生活壓力。喺2026年度，雖然經濟好似好轉咗啲，但係物價依然係高企，好多老友記平時都好慳，未必捨得去連鎖店食飯。今次呢批優惠券係由多個社福機構同私人企業合作搞嘅，總共涵蓋咗8間大家平時行街一定會見到嘅連鎖食肆。呢8間食肆分別係大家樂、大快活、美心 MX、一粥麵、吉野家、譚仔雲南米線、太興，仲有麥當勞。大家聽完係咪覺得好親切呢？呢幾間嘢差唔多每個商場都有，無論你住喺深水埗、天水圍定係柴灣，總有一間喺你左近。而且今次個優惠係好直接嘅，唔係叫你買滿幾多錢先減幾多，而係直接俾你用25蚊呢個驚喜價，就買到一份指定嘅套餐，入面通常包埋飲品，甚至有啲仲有湯或者糖水添。講到申請資格，其實門檻好低，最主要嘅條件就係你要年滿65歲。喺香港，65歲係一個重要嘅關口，代表你已經為社會貢獻咗大半世，係時候享福啦。只要你係香港永久性居民，持有長者卡，或者係已經換咗嗰張黃色嘅樂悠卡，你就已經符合咗一半嘅資格。另外，今次計劃會優先照顧緊領取綜援、長者生活津貼，或者係拎緊高齡津貼，即係大家平時講嘅生果金嘅老友記。點樣申請呢？呢點大家要聽住啦，因為今次唔係去政府部門申請，而係去各大區嘅長者地區中心或者社交康樂中心。全香港總共有超過200間呢類中心有份參與派發，你只需要帶埋你張身份證、長者卡或者樂悠卡，再去證明你係領取緊政府津貼嘅文件，例如銀行存摺顯示有津貼入帳，或者係社會福利署發出嘅證明文件，去到中心同職員講想申請第4輪愛心食肆優惠券就得啦。如果你係80歲以上嘅老友記，或者係行動唔方便嘅長者，你仲可以叫你嘅合法授權人，通常係你嘅仔女或者孫仔孫女，代你攞張表格同埋去領取。不過大家要留意，每人限領1套，入面通常會有10張優惠券，每張券可以用1次。派發日期係由今日開始，一直到2026年嘅6月底，但係名額有限，派完即止。所以我建議大家聽完我講之後，聽朝一早就去屋企附近間中心問下，千祈唔好等，因為通常呢啲咁抵嘅嘢，幾日之內就會俾人搶晒。好啦，攞到張券之後，我哋就要研究下呢8間連鎖食肆到底有咩正嘢食。首先講下大家樂同大快活呢2間老對手。大家樂今次推出嘅係長者暖心餐，只要用25蚊，你就可以喺午市食到佢哋最出名嘅一哥焗豬扒飯，或者係招牌燒味飯。大家知啦，
平時一份焗豬扒飯加杯嘢飲，起碼都要50幾60蚊，而家一半錢都唔使。而大快活就更貼心，佢哋專門為長者設計咗一個營養均衡餐，25蚊可以食到滑蛋粟米魚塊飯或者北菇蒸雞飯。呢啲飯比較軟身，容易消化，非常適合牙齒唔係咁好嘅老友記。再嚟就係美心 MX 同埋一粥麵。美心 MX 嘅優惠券可以用喺佢哋嘅中式晚市套餐度，25蚊可以食到一個小菜配白飯同埋例湯。平時食個中式套餐都要差唔多70蚊，而家真係好似發夢咁平。而一粥麵就最啱中意食清淡啲嘅老友記，你可以用張券換一份皮蛋瘦肉粥配埋腸粉或者油炸鬼，再加杯熱豆漿，無論係做午餐定係下午茶都非常之滿足。如果你中意食牛肉，吉野家就啱晒你。佢哋今次加入計劃，25蚊就可以食到個細牛肉飯加隻溫泉蛋，仲包埋一杯麵豉湯。對於平時想換下口味，食下日式嘢嘅長者嚟講，呢個真係首選。至於譚仔雲南米線，佢哋就提供咗指定2餸米線配熱飲嘅優惠，大家可以選豬肉、炸醬或者酸菜呢啲經典配料。對於中意食辣或者食酸嘢嘅老友記，呢個簡直係福音。太興方面，大家都知佢哋啲燒味好出名，但係平時單拼燒味飯都唔平。今次佢哋肯拎出25蚊優惠，俾大家食佢哋嘅名物燒鵝飯或者叉燒飯，真係非常有誠意。最後不得不提麥當勞，雖然佢係快餐，但係對於好多想同孫仔孫女一齊食飯嘅老友記嚟講，25蚊買到個魚柳飽餐或者係麥香雞餐，仲有薯條同嘢飲，真係可以同屋企人一齊享受開心時光。大家用呢啲優惠券嘅時候，有幾個小貼士要記住。第一，每張優惠券通常都有指定嘅使用時段，有啲可能只限午市，有啲就午市晚市都得。用之前記得睇清楚張券後面寫嘅細則。第二，呢啲券係唔可以換做現金嘅，亦都唔可以同其他優惠同時使用。第三，最重要嘅一點就係你埋單嘅時候，記得要出示埋你張長者卡或者樂悠卡，因為店員需要核對身份，確保呢啲資源真係用返喺長者身上。講返點解今次呢個愛心食肆計劃咁受歡迎，其實喺香港呢個生活成本咁高嘅地方，長者嘅開支好多時都係喺食同住呢兩方面。雖然政府有提供唔同嘅津貼，但係隨着物價通脹，嗰幾千蚊其實真係要慳住使。今次呢個計劃其實唔單止係慳咗幾十蚊咁簡單，更重要嘅係一份尊重，讓老友記可以行入呢啲乾淨、衛生、有冷氣嘅大型連鎖店，同大家一樣咁樣點餐，享受生活。呢種心靈上嘅滿足感係好重要嘅。我身邊都有好多老友記，佢哋平時可能為咗慳幾蚊，特登行遠幾個街口去買平啲嘅麵包，但自從有咗呢啲優惠券，我見佢哋開心咗好多，會約埋3、5知己，一人攞住一張券，去大家樂坐低一邊食飯一邊傾偈，下午坐到3、4點。呢種社交生活對於長者嘅身心健康都好有幫助。所以如果你睇到呢段嘢，而你屋企附近有長者中心，記得聽日去問下。如果你係後生仔女，睇到呢段嘢，更加要主動話俾家中長輩知，甚至幫佢哋上網查下邊間中心最近。除咗呢8間連鎖食肆，其實喺香港仲有好多小店都有參加一啲類似嘅代用餐或者長者飯堂計劃。不過今次呢個第4輪愛心食肆係規模最大、覆蓋面最廣嘅。我想同大家分享多一點，就是關於呢啲優惠券嘅隱藏用法。例如果你今日唔係好想出街食，其實有啲食肆係容許你用券外賣自取嘅。不過我建議大家如果身體情況許可，都係坐喺餐廳食，因為熱辣辣嘅飯味道始終係最好嘅，而且仲可以感受下熱鬧嘅氣氛。另外，大家領取優惠券嘅時候，記得問下中心職員，除咗食肆優惠，最近仲有冇其他長者福利？因為通常喺派發優惠券嘅同時，政府或者機構會一併公布一啲關於醫療券、
交通津貼或者係長者牙科資助嘅新消息，一次過問清楚就可以保障自己嘅權益。講到呢度，可能會有啲老友記擔心，話自己唔識字或者唔識用呢啲新科技嘢。其實唔使驚，呢啲優惠券全部都係實體紙本嚟嘅，就好似以前啲現金券咁樣，你只需要撕出一張，交俾收銀員就得。至於去中心申請，嗰度嘅社工同埋義工都好有愛心，佢哋會好有耐性咁教你點樣填表，甚至會幫你影印埋啲文件。所以大家千萬唔好因為驚麻煩而放棄呢個咁好嘅福利。我想再強調一次，今次呢個優惠係非常之真實，而且已經開始咗。我重申一次，嗰8間食肆：大家樂、大快活、美心 MX、一粥麵、吉野家、譚仔雲南米線、太興、麥當勞，呢個陣容真係非常鼎盛。大家諗下，如果一個月攞到10張券，每餐慳30蚊，一個月就慳咗300蚊啦。300蚊對於好多長者嚟講，已經可以買到好多日常用品，或者係留返嚟買禮物俾孫仔孫女。喺香港生活，互助互愛真係好重要。呢啲連鎖食肆肯喺呢個時間伸出援手，提供咁平嘅餐飲俾長者，我哋作為市民都應該支持下。同時，我都希望政府可以繼續推動呢類計劃，甚至將佢恆常化。畢竟，一個社會點樣對待佢哋嘅長者，係反映緊呢個社會嘅文明程度。最後，我想同各位老友記講，你哋辛苦咗成世，呢啲福利係你哋應得嘅，唔好覺得唔好意思或者覺得係攞人平嘢。呢啲係社會對你哋嘅回饋。所以，趁住而家第4輪優惠券啱啱開始派發，名額仲係最充裕嘅時候，快啲行動啦！如果你仲有咩唔明，例如唔知邊間長者中心近你，或者你想知具體邊間分店可以用到呢啲券，你可以試下問下屋企嘅後生仔，或者去嗰8間食肆嘅門口睇下，通常佢哋都會貼出愛心食肆嘅標誌。如果你喺街度見到有呢個標誌，你就放心入去啦。希望今日呢個資訊可以幫到大家，令大家可以食得開心，食得飽，最重要係慳得開心。記住，健康係最重要嘅。有咗呢啲25蚊嘅營養餐，大家就唔好餐餐食鹹蛋腐乳啦，食返啲肉，食返啲菜，身體自然會好啲，精神都會爽利啲。我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如果你覺得呢個資訊有用，記得話俾你身邊嘅老友記知，大家一齊受惠。我遲啲如果再發現有其他正嘅長者福利，例如免費身體檢查或者係平價旅遊團，我一定會第一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各位老友記，保重身體，我哋下次再傾。祝大家食得開心。既然講開長者福利，我仲想多口講多幾句關於呢張優惠券嘅細節，等大家去中心嘅時候可以更加得心應手。今次派發嘅優惠券，其實個名叫做2026長者膳食支援計劃。雖然大家口頭上叫佢做愛心優惠券，但填表嘅時候見到呢個名就唔好以為自己去錯地方。有啲老友記問過，如果我係幫人攞，除咗身份證副本，仲要帶啲咩？記住，你一定要帶埋受惠長者嗰份簽咗名嘅授權書。呢份嘢中心通常有得攞，或者你可以自己簡單寫一張，寫清楚邊個授權邊個去領取，再簽個名或者蓋個印就得。仲有，今次呢個計劃係分階段嘅，如果你今次第4輪攞唔到，唔好灰心，因為聽講第5輪已經籌備緊，預計喺2026年嘅年底會推出。另外，關於食肆方面，我要提提大家，雖然話係25蚊，但有時如果你想升級啲飲品，例如想飲凍飲或者係特飲，可能要補返3幾蚊差價。但如果你係飲熱茶、熱咖啡或者例湯，就完全唔使加錢。呢點大家去點餐嘅時候可以問清楚收銀員。我聽過有啲老友記唔知，以為一定要加錢，結果就冇點到嘢飲，咁就嘥咗啦。仲有啊，呢8間連鎖店入面，有啲係分開唔同品牌嘅，例如美心集團、
除咗美心 MX， 有啲美心西餅或者美心皇宮係唔計價，大家一定要睇清楚係咪 MX 呢個快餐品牌。同樣道理，太興通常就係指佢哋嗰啲燒味餐廳，唔包括佢哋旗下嘅其他高級牌子。不過唔緊要，只要你認住個標誌，或者喺門口問一句呢度用唔用到長者愛心券，啲員工通常都會好客氣咁答你。講到呢度，我突然諗起，有啲老友記可能住喺一啲比較偏遠嘅地方，例如大嶼山或者離島，唔使擔心，呢個計劃係全港性嘅，甚至連機場嗰啲連鎖店，如果係嗰8間之一，有部分都有參加。不過當然啦，大家平時都係去屋企附近嗰間多。最重要係，如果你住嗰區嘅長者中心派晒，你可以試下去隔離區問下，因為有時唔同區嘅名額同領取人數會唔同。呢個係一個小撇步。最後嘅最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心法，攞呢啲優惠券，唔單止係為咗慳錢，更加係一種生活嘅樂趣。你可以當係一個小任務，每日去一間唔同嘅餐廳試下。今日去大家樂食豬扒飯，聽日去大快活食雞飯，後日去譚仔食米線。咁樣你嘅生活就會變得好豐富，唔會每日都係食嗰幾樣嘢。好啦，我真係講完啦，大家快啲去準備啲文件，聽日去中心啦。祝大家都有一個愉快嘅用餐體驗，每餐都食得有滋有味。如果你想我幫你查下邊間中心最近你可以話俾我知你住邊區，我會盡力幫你揾出嚟。下次見。明明銀行戶口入面啲錢冇多到，資產亦都冇超標，點解每個月準時收到嗰幾千蚊長者生活津貼，會突然之間斷咗供？又或者明明身體狀況同以前一樣，點解高額傷殘津貼會無端端被降級，變咗普通津貼，每個月少咗成節錢？呢種情況真係令人好彷徨，尤其係對好多靠呢啲津貼過活嘅老人家或者傷殘人士嚟講，直情係生活上嘅大危機。今日我哋唔講廢話，直接同大家拆解呢個津貼消失之謎。原來有幾個關鍵情況，好多時大家喺唔經意之間就踩咗落去，如果唔提早防範，到時要重新申請或者申訴，個過程真係好折磨。好多老人家或者家屬第一時間會諗，係咪政府搞錯咗？其實社署嘅系統好少會無緣無故出錯，通常都係因為一啲你以為好細碎，但其實係觸動咗個機制嘅原因。最常見，亦都係最多人中招嘅第一個原因，就係離港日數。大家要記住，不論係長者生活津貼定係傷殘津貼，都有一個居住規定。雖然政府近年放寬咗，但你依然要喺每一個付款年度之內，喺香港住滿最少60日。好多老人家諗住退休啦，返大灣區住下，或者去外國探仔女，一去就去大半年，甚至成年度都唔返香港。如果喺一個付款年度入面，你離港超過咗305日，你嗰一年嘅津貼就會受影響。好多人會話，我明明有申報㗎，點解仲會被取消？因為系統係會同入境處對數嘅，一旦你離港日數超過咗限額，系統就會自動停發津貼。更有甚者，如果你直情連嗰60日嘅基本居住要求都做唔到，社署係有權追返之前發放俾你嘅津貼。所以，如果你打算離開香港一段比較長嘅時間，一定要計清楚嗰305日同60日嘅界線，千萬唔好以為我仲有香港地址，仲有香港戶口就冇事。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話，我成年度都喺香港喎，一日都冇去過旅行，點解都會被取消？呢個就涉及第二個關鍵情況，就係你冇回覆到社署嘅復檢信。社署會不定期寄信俾受惠者，要求你提供最新嘅資產證明，或者只係簡單叫你簽個名確認資料冇變。呢啲信件通常係用藍色或者白色嘅普通信封寄出，好多老人家視力唔好，或者以為係垃圾郵件，又或者係因為搬咗屋但冇去社署更新地址，結果封信寄咗去舊屋，你收唔到，自然就冇回覆。社署嘅邏輯好簡單，
如果你喺限期之內唔回覆，佢哋就會視為你已經唔再符合資格，或者已經聯絡唔到你。為咗保障公帑，佢哋會第一時間暫停發放津貼。所以我成日同身邊嘅長輩講，見到社署寄嚟嘅信，無論係乜嘢，一定要第一時間拆開睇，或者揾後生仔幫手睇。如果你真係搬咗屋，記得1個月之內要通知社署，唔好諗住等多排先，因為呢一排可能就係你幾千蚊津貼消失嘅關鍵。再嚟講下傷殘津貼，點解高額會變普通？呢個係好多家屬最心痛嘅地方，因為兩者之間嘅金額差咗成倍。你要明白，高額傷殘津貼同普通傷殘津貼嘅分別，唔單止係在於你有冇殘疾，而係在於你有冇需要人經常照顧。如果你以前係住喺屋企，由屋企人照顧，醫生可能會判你係符合高額資格。但如果你最近住進咗由政府資助嘅安老院舍或者殘疾人士院舍，問題就嚟啦。因為政府認為院舍已經提供咗24小時嘅照顧，呢部分嘅開支已經由公帑資助咗，所以你就唔再符合領取高額入面嗰份經常護理津貼。結果，你嘅津貼就會自動降級做普通傷殘津貼。好多家屬喺送老人家入院舍嗰陣，一心諗住老人家可以得到更好照顧，完全冇諗過呢個決定會直接影響到津貼嘅金額。呢種情況係政策規定，基本上好難避免，除非你係住私營非資助院舍，而嗰間院舍係冇接受政府買位嘅，咁就或者仲有得傾。除咗入院舍，仲有一個關於傷殘津貼嘅陷阱，就係醫療評估嘅有效期。傷殘津貼唔係一攞就攞一世嘅，除咗極少數被醫生判定為永久傷殘嘅個案之外，大部分個案都要定期進行醫療評估，可能係2年一次，或者5年一次。好多時，老人家或者傷殘人士嘅屋企人會覺得佢嘅病又唔會好返，甚至越嚟越差，點解仲要評估？但制度就係制度，如果評估期屆滿，你冇去預約醫生做評估，或者醫生喺評估過程入面覺得你嘅自理能力比之前好咗，例如以前要人餵飯，而家可以自己用匙羹，哪怕只係一點點嘅進步，醫生都可能會喺評估表上面改咗個等級。只要醫生嗰支筆一改，你嘅高額津貼就會變返普通。要避免呢種情況，最緊要係喺見醫生評估嗰陣，要如實詳細咁反映病人喺日常生活入面最差嗰一面。我唔係教大家作嘢，而係好多人見醫生嗰陣會扮堅強，問佢行唔行到啊？佢會話勉強行到2步啦，但其實佢平時喺屋企係完全要人扶嘅。你呢句勉強行到，喺醫生眼中可能就係自理能力提升嘅證據。仲有一個比較少人留意嘅情況，就係資料對數。而家政府各個部門之間嘅大數據聯網做得好仔細。例如，你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嗰陣，申報自己冇物業或者資產冇超標。但如果你突然繼承咗遺產，或者你同仔女聯名買咗層樓，又或者你喺銀行嘅定期存款利息加埋本金，喺某一個時間點超過咗社署規定嘅上限。以前可能要等社署抽查先會發現，而家系統係會定期同土地註冊處、銀行公會等機構進行數據比對。一旦發現你嘅名下多咗資產，或者銀行戶口嘅變動大得唔尋常，津貼就會即時被鎖定，然後社署會發信要求你解釋。如果你解釋唔到，或者資產真係超咗標，咁津貼就唔單止係取消咁簡單，社署仲會要求你退還由超標嗰一日開始計算嘅所有多領款項。所以，如果你嘅資產狀況有任何變動，例如賣咗樓、收咗保險賠償，一定要主動申報，唔好諗住搏一搏，因為一旦被發現，嗰種壓力同法律責任係好大嘅。既然知道咗呢啲關鍵情況，我哋應該點樣去避免呢？首先，如果你係受惠者或者家屬，一定要建立一個津貼檔案，將所有社署發出嘅信件、申請表副本，同埋每次見醫生嘅評估報告，都整整齊齊咁放埋一齊。特別係離港記錄，
最好喺月曆上面標記低自己出境同入境嘅日子，自己計住嗰305日同60日嘅數。如果你發現自己嗰年度可能住唔夠60日，就要諗下係咪要縮短行程。其次，對於通訊地址嘅管理要非常嚴謹。如果你要長住安老院，或者搬去同仔女住，第一件事一定要去社署辦事處填表改地址。如果你擔心自己會漏睇信，可以考慮授權一個比較細心嘅屋企人作為聯絡人。社署雖然主要係同受惠者本人通訊，但你可以喺檔案度留低仔女嘅電話，萬一有事，辦事處嘅職員都有個途徑可以揾到可以幫手嘅人。第三，面對醫療評估，心態要正確。醫生嘅評估係基於專業判斷，但佢哋每日睇咁多症，未必有時間慢慢觀察你。所以家屬應該事先準備一份清單，寫清楚病人在日常生活入面遇到嘅困難，例如失禁嘅頻率、洗澡係咪需要全人協助、進食係咪有困難等等。喺評估嗰15至20分鐘入面，將呢啲最實際嘅困難話俾醫生聽。記住，高額同普通嘅界線，往往就係在於是否需要他人24小時貼身照顧呢一點上面。最後，我想同大家講，長者生活津貼同傷殘津貼係香港社會福利制度入面好重要嘅安全網。政府嘅目的係想幫到有需要嘅人，但為咗防止濫用，規矩自然會多一啲。我哋作為使用者，最緊要係知己知彼，清楚明白每一個條款嘅細節，唔好等到銀行戶口冇錢入嗰陣先嚟急。平時多啲留意社署嘅政策變動，多啲同屋企人溝通，咁就可以確保呢份應得嘅保障唔會無端端消失。如果你身邊都有朋友或者長輩係領取緊呢啲津貼嘅，不妨將呢啲重點話俾佢哋聽。好多時，一個小提醒就可以幫佢哋避開一個大麻煩。尤其係而家經濟環境咁複雜，呢幾千蚊對好多家庭嚟講，真係救命錢嚟㗎。講完咗嚟講日數、復檢信同埋醫療評估呢啲大路嘢，其實仲有一啲好冷門，但係一樣會導致津貼出事嘅原因，例如重複申領。大家可能覺得奇怪，津貼點樣重複申領啊？其實係指如果你同時符合幾種津貼嘅資格，喺香港嘅福利制度下，你唔可以同時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同傷殘津貼。如果你本身領取緊普通傷殘津貼，後來過咗65歲，想轉去攞長者生活津貼，因為後者嘅金額可能高啲，或者資產審查放寬咗，喺轉換嘅過程入面，如果手續做得唔好，或者舊嗰邊未斷，新嗰邊就批咗，系統一旦發現重複，就會兩個都停晒，直到查清楚為止。仲有一種情況係關於銀行戶口類型，有啲長者會用同仔女聯名嘅戶口嚟收津貼，呢樣嘢其實係好危險嘅。點解？因為聯名戶口入面嘅所有錢，社署通常會當係你個人資產嘅一半，甚至全部，視乎你點樣解釋筆錢嘅來源。如果仔女喺個戶口度放咗一大筆錢，準備買樓或者投資，咁你就好容易會因為資產超標而被取消資格。所以，我強烈建議老人家一定要有一個獨立嘅個人戶口，專門用嚟收津貼，而且入面唔好放太多無關嘅錢，咁樣做資產申報嗰陣就會清清楚楚，唔使解釋咁多。除此之外，大家要留意年齡對數。長者生活津貼係由65歲開始。如果你喺申請嗰陣，因為一啲原因，例如舊時報細數或者身份證資料問題，導致年齡有爭議，雖然呢種情況喺而家香港好少見，但對於一啲新來港人士或者以前喺內地出生嘅長者，呢個年齡核實過程可能會好長。如果你嘅津貼突然停咗，都要諗下係咪因為身份證明文件到期，或者需要更新資料。講到呢度，我想再深挖一下關於高額傷殘津貼變普通傷殘津貼嘅醫學邏輯。好多家屬覺得病人癱瘓咗就一定係高額，但其實社署嘅準則係睇收入能力損失、失去賺取收入能力以及持續出勤要求需要經常護理。如果你雖然有嚴重殘疾，但你嘅情況穩定，
唔需要人每日24小時喺身邊幫你轉身、換片、餵食，或者你已經習慣咗使用輔助器材可以自理一部分生活。喺醫生眼中，你可能就唔再符合經常護理呢個定義，尤其係對於精神科或者認知障礙症嘅患者，評估標準更加模糊。有時病人今日情緒好啲，表現得好清醒，醫生就以為佢好返好多。所以家屬陪同見醫生評估係非常重要嘅。你要做嘅唔係幫病人答問題，而係補充病人答唔到或者答錯咗嘅事實。另外，大家唔好忽視舉報呢個因素。雖然聽落好似好唔人道，但事實上社署每年都會收到好多匿名舉報。舉報嘅內容通常係話某某人明明好有錢，點解仲攞津貼？或者某某人長住內地，只係每個月返嚟攞錢。社署收到舉報之後，一定要跟進。呢個過程會導致你嘅津貼被暫時凍結。如果你係行得正、企得正嘅，當然唔使驚。但呢個調查過程可能要3、5、7個月，期間你嘅現金流就會斷咗。所以平時生活低調啲，唔好周圍同人講自己攞緊幾多津貼，或者自己有幾多私房錢。呢個雖然係處世之道，但喺領取福利呢件事上面，確實可以減少好多唔必要嘅麻煩。如果真係不幸，津貼被取消咗或者被降級咗，我哋可以點做？記住，你有申訴權。香港有一個機構叫做社會保障上訴委員會。如果你唔同意社署嘅決定，你可以在收到通知書嘅4個星期之內提出上訴。呢個上訴係免費嘅，而且委員會嘅成員係非官方人士，佢哋會重新審視你個個案。好多人覺得文鬥官實輸，但其實如果你有充分嘅理由同證據，例如新嘅醫生證明、離港嘅合理原因說明等，上訴成功嘅機會係存在嘅。不過上訴期間你依然係攞唔到津貼嘅，所以呢個係最後手段。總結嚟講，要保住呢份長者生活津貼或者傷殘津貼，你要做嘅就係做個誠實嘅懶人。懶係指你唔好亂喐啲資產，唔好亂改通訊地址，唔好長途跋涉去旅行住咁耐。誠實係指有變動要即刻講。只要你跟足規矩，呢份保障係會一直陪住你嘅。最後，我想提下大家，2026年嘅津貼金額已經根據通脹調整咗。長者生活津貼而家係4195元，普通傷殘津貼係2070元，而高額傷殘津貼係4140元。呢度用大約數，具體以社署最新公布為準。呢啲錢每一分一毫都係社會對弱勢社群嘅關懷，我哋一定要好好珍惜，唔好因為一時嘅大意而失去咗呢份支持。如果你覺得今日分享嘅呢啲資訊對你有幫助，記得要留意住自己或者屋企人張提款卡，每個月入數嗰幾日去檢查下。如果發現金額唔對路，第一時間打電話去所屬分區嘅社會保障辦事處問清楚，唔好等，因為時間越耐，追返嘅難度就越大。希望大家都可以安穩咁享受到呢啲福利，生活愉快，身體健康。可能仲有啲朋友會問，如果我真係因為要照顧內地嘅老人家，或者自己要返去養病，而導致離港超過咗305日，係咪就完全冇得救？其實社署都有酌情權呢樣嘢，但非常之難申請，除非你可以證明你離港係因為接受醫療手術，或者一啲不可抗力嘅原因，例如前幾年嘅疫情導致封關。如果你有呢啲特殊理由，一定要保留所有醫院嘅證明、官方嘅公告等等，作為日後申訴或者重新申請時嘅證據。仲有一個細節，就係關於遺產處理。好多老人家喺老伴過身之後，會繼承咗對方嘅遺產。如果你哋本身係領取緊長者生活津貼，呢筆遺產好可能會令你嘅資產即時超標。喺呢種情況下，你一定要喺1個月之內申報。雖然津貼會被暫停，但如果你喺幾個月或者1年之後，因為生活開支、醫療費用或者殯葬費用，令到資產跌返落去限額之內，你可以即時重新申請。
社署係唔會因為你曾經超標就唔批俾你，只要你符合當下嘅資產要求就得。最怕就係你唔申報，等到2年後社署查到，到時佢哋會當你係惡意隱瞞，不但要追返呢2年嘅錢，仲可能會影響你以後嘅信用記錄。其實講到底，點解政府要搞咁多審查？因為社會資源有限，我哋作為市民，配合政府嘅行政程序，其實都係維持呢個系統運作嘅一部分。大家要記住，呢啲津貼唔係福利，而係一種社會保險嘅概念，係大家後生嗰陣對社會作出貢獻，老咗或者有需要嗰陣得到嘅回報。所以攞得理直氣壯之餘，亦都要做得清清楚楚。希望呢篇長篇大論嘅分享，真係可以幫到大家解決心中嘅疑惑。如果你仲有啲乜嘢特定嘅個案想知，例如某種病算唔算嚴重殘疾，或者某種投資算唔算資產，你可以去揾啲地區組織或者社工傾下，佢哋通常有豐富嘅實戰經驗。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記得計清楚日數，拆開每一封信，保住自己份津貼。如果大家仲有興趣，我下次可以再詳細講下點樣填嗰份長長嘅資產申報表，入面其實都有好多學問㗎。下次見。很多人在讀聖經的時候，心裡或許都曾閃過一個念頭，這些文字，這些關於上帝的記載，究竟是後人的文學創作，還是真的在那個古老的時代就已經存在於世了？如果我告訴你，考古學家在耶路撒冷的一個古老墓穴裡，親手觸碰到了比死海古卷還要早出400-500年的聖經經文，你會有什麼樣的感覺？這不是電影情節，這是真真實實發生在考古學界的震撼發現。這件文物的出現，直接把聖經文本的實物證據往前推到了第一聖殿時期，也就是所羅門王建造的聖殿還屹立在耶路撒冷山頭的那個時代。這件被譽為聖經考古聖碑的發現，就是著名的銀卷，也就是凱特夫西農銀卷。故事要從1979年的夏天說起。那時候耶路撒冷的陽光依舊炙熱，一位名叫加百列巴凱的考古學家帶着一群學生在耶路撒冷老城西南面的一個斜坡上進行挖掘。這個地方叫凱特夫西農，在希伯來語裡的意思是西農之間。如果你熟悉聖經，你一定聽過西農谷，那是耶路撒冷南面的一條深谷。在那個夏天，巴凱原本並沒有期待會有什麼驚天動地的發現，因為那個地區的古墓在歷史上早就被盜墓賊光顧過無數次了，幾乎可以說是被洗劫一空。然而，考古學的魅力就在於它的不確定性。當時挖掘團隊裡有一個年僅12歲的小助手，他是那種特別調皮、精力旺盛的孩子。巴凱派他去清理一個看起來已經空空如也的墓穴洞室，主要為了讓他有事做，別到處亂跑。沒想到這個孩子在清理墓穴地板下的碎石時，因為不耐煩用力敲打了一下，竟然發現地板下面還有一個夾層。這就是考古學史上最幸運的瞬間之一。那個夾層是一個從未被盜墓賊發現過的儲藏室。在古代耶路撒冷的葬禮習俗中，當新的死者被安放進墓穴時，舊的遺骨和隨葬品會被移到地板下的儲藏室裡。當巴凱爬進那個狹窄、充滿塵土的空間時，他整個人都驚呆了。在他眼前的是超過1000件的文物，包括金銀珠寶、半寶石製成的首飾、陶器，還有各種日常生活用品。但在這堆琳琅滿目的珍寶中，最不起眼的2件東西，最後卻成為了最重大的發現。那是2個極小的、捲起來的銀質小卷，它們看起來就像是縮小版的卷軸，大的那一枚長約97毫米，展開後寬度大約只有27毫米，小的那一枚更小，只有幾厘米長。這2枚銀卷因為年代久遠，已經嚴重氧化，變得非常脆弱，看起來就像是燒焦的小樹皮。當時巴凱並不知道這裡面寫着什麼，他甚至不敢輕易動它們，因為只要稍微一用力，這2600年前的脆弱銀片就會碎成粉末。這2枚銀卷被送到以色列博物館的實驗室，專家們花了整整3年的時間，才研發出一種特殊的化學溶液和精細的工法，慢慢的一點一點地將它們展開。當銀卷中正被展開的那一刻，在場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在极细微的银箔表面，考古学家看到了密密麻麻的古希伯来文字，那是用一种极其尖锐的工具刻上去的，字迹纤细的肉眼几乎难以辨认。经过红外线摄影和高倍率显微镜的扫描，学者们开始解读上面的内容。当第一行字被解读出来的时候，整个神学界和考古学界都沸腾了。银卷上刻着的竟然是《圣经民数记》第6章24节到26节的内容，也就是著名的祭司的祝福。上面写着：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飞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不仅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圣经片段，更让人震撼的是，在这些古希伯来文字中，清晰地出现了上帝的名，也就是神圣的4字神名。这是在耶路撒冷发现的最早写有上帝名字的文物。你要知道，这2枚银卷的年代大约在1979年往前推26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7世纪末到6世纪初。那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还没有摧毁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或许还走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这个发现之所以被称为神亲自留下的证据，是因为它彻底反驳了当时学术界的一种主流观点。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认为，圣经的5经是在巴比伦之囚以后，甚至是在希腊化时期才被编纂出来的。他们认为那些华丽的祝福语是后人的文学创作，并非源自古老的信仰传统。但是凯特夫西农银卷的出现，证明了早在第一圣殿时期，祭司的祝福就已经以成文的形式存在于耶路撒冷的信仰生活中。这2枚银卷的用途很可能是护身符，古代的以色列人将这些写有上帝之名和祝福经文的银箔卷起来，挂在颈项上，作为一种属灵的保护。这完美契合了圣经中多次提到的要将这些话系在手上为符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当我们仔细研究这2枚银卷的细节时，会发现其中的意义远不止于年代久远。大银卷上除了祭司的祝福，还有一段祈祷文，称颂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种表达方式与《申命记》和《尼希米记》中的用语高度一致。这说明了圣经神学的核心概念，上帝的信实与慈爱，早在2600年前就已经深植在以色列人的心中。这件文物的珍贵程度，与其说是它的材质是银子，倒不如说是它承载的文字。在那个文字并不普及的年代，要把如此精细的文字刻在如此昂贵的银箔上，这背后的敬虔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它代表了一种对神的话语的极致尊重。大家可以试着在脑海中呈现2600年前的画面，某一位耶路撒冷居民可能正处于战乱或动荡之中，他唯一的安慰就是挂在胸前的这卷小小的银卷，上面刻着神亲自应许的平安。这也是圣经文字生命力的体现。从公元前7世纪的这枚银卷，到公元后的死海古卷，再到我们今天手中的圣经，这段祭司的祝福竟然一字不差地流传了下来。这在古代文献的流传史上简直是一个奇迹。它告诉我们，尽管政权更迭，圣殿被毁，民族流散，但神的话语就像刻在银箔上那样，虽然经历氧化磨损，但只要在那光照之下，依然清晰可见，依然带着2600年前的那份热度和力量。有些怀疑论者可能会说，这只不过是一件古代的装饰品，但对于考古学家而言，这是一个时间胶囊。它让我们窥见了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毁灭之前的信仰景观。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求告的名就是耶和华。这枚银卷就像是一块拼图，精确地嵌入了圣经历史的大图景中，填补了文字证据的空白。在解读的过程中，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小银卷上的祝福经文比大银卷的更简略一些。专家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小银卷的空间有限，所以刻字的人有意识地挑选了最核心的部分。这也反映出当时的人对经文已经非常熟悉，哪怕只是看到几个核心的字眼，就能联想到完整的祝福。这个发现对于今天的信徒来说，更是一份巨大的鼓励。在一个科学至上的时代，人们往往要求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凯特夫西农银卷就是那样一份沈甸甸的证据。他在那黑暗的地底下静静地躺了2600多年。
避开了无数次的战火和盗掘，最终在一个孩子的调皮举动下重见天日。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巴凯教授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提到，当他第一次在显微镜下认出耶和华那个字的时候，他的手都在颤抖，因为他意识到他正在读的是2600年前的一位同胞刻下的信仰告白。那种跨越时空的共鸣是任何文字都难以形容的震撼。这不是在博物馆里看一件艺术品，这是与古代的灵魂进行一场关于永恒的对话。这2枚银卷现在保存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里，它们被安置在特制的展柜中，周围环境的湿度和光线都受到严格控制。虽然它们看起来非常小，甚至有些寒酸，但在研究圣经的人眼里，它们的光芒超过了馆内所有的黄金，因为它们证明了圣经不是神话，它是根植于真实历史、真实土地、真实情感之中的真理。如果我们把凯特夫西农银卷的发现与后来1947年发现的死海古卷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连贯性。死海古卷让我们看到了公元前200多年到公元后60多年间的圣经抄本，而银卷则直接把这个链条延伸到了更古老的先知时代。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了古老的信仰与现代的我们。在那2600年前的耶路撒冷，生活并不容易。北方的亚述帝国刚刚衰落，南方的巴比伦帝国正在崛起。犹大王国在各大强权的夹缝中生存，社会动荡，外敌威胁，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人们对平安的渴求是极其强烈的。所以，当他们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刻在银箔上时，那不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宗教仪式，而是一种灵魂深处的呼喊。那枚银卷上的每一道刻痕都代表了一份重于千金的托付。刻字的人必须非常小心，因为银箔很薄，稍微不慎就会刻穿。这种精细的工作需要极大的专注和耐心。这也让我们反思，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获取圣经经文是多么容易，手指点一下屏幕，成千上万节经文就出来了。但我们是否还保有2600年前那种对神话语的敬畏和珍视？这件最古老的圣经文物，其实也在提醒我们，神留下的证据往往不在那些宏伟的建筑或璀璨的金身中。圣殿会倒塌，京城会被焚毁，但刻在银箔上的神的话语却能在一片废墟和尘土中存留下来。这正是上帝做事的方式，在微小中显出伟大，在软弱中显出能力。当我们回看这段历史，不能不感叹考古学的神奇。它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时间的大门，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被岁月掩盖的真相。凯特夫西农银卷的发现不仅仅是学术上的突破，它更像是一份来自远古的礼物，告诉每一个读圣经的人，你所读的这段祝福，在2600年前就已经真实地安慰过无数的心灵。这份证据的出现，也促使许多学者重新审视圣经文本的可靠性。过去有一种理论认为，祭司制度和相关的法律经文是后期祭司阶层为了巩固权力而伪造的。但银卷的存在证明了祭司的职能和他们所使用的祝福语，在第一圣殿时期就已经是信仰体系的核心。这种传统的连续性极大地增强了圣经历史叙事的公信力。在银卷发现后的几十年里，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在不断加深。最新的多光谱成像技术让我们能看到以前看不到的微小笔画。每一次新的扫描都在进一步确认那个事实，神的话语是真实的，非的名字在历史中从未缺席。这件文物的发现过程本身也充满了启示。如果巴凯教授没有带着那群学生去挖掘，如果那个12岁的小男孩没有因为调皮而敲开那个夹层，这2枚银卷可能永远都会埋在地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化为乌有。这让我们看到，历史的真相有时候就藏在那些最不起眼的角落，等待着有心人去发现。所以，当我们再次读到民数记中那段祭司的祝福时，我们不应仅仅把它看作是一段优美的文学作品。我们要想到凯特夫西农银卷，想到那2600年前的银箔，想到上面刻着的耶和华的名。那是一个真实的时代，一群真实的人，对一位真实的神所发出的最深沉的依靠。这件文物不仅是基督徒的珍宝，也是全人类文化遗产中的明珠。
它见证了人类对超然存在的一种持久探索，也见证了文字作为信仰载体的强大力量。在那个没有纸张、没有印刷术的年代，人们用银子、用刻刀，把对神的敬畏一代代传递下去。我想，这就是凯特夫希农银卷带给我们最大的震撼。它不是一块冰冷的石头或一块陈旧的金属，它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见证了上帝如何在历史中留下飞的指纹。这2枚小小的银卷，就像是2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了那段幽暗的古代历史。让我们看到，在2600年前的耶路撒冷，就已经有人在仰望神的面光，在寻求那份超越世间一切的平安。这件发现也告诉我们，真理是不怕检验的。无论是考古学的挖掘，还是科学技术的扫描，最终都只会让真理显得更加耀眼。当我们面对怀疑和挑战时，这些从地底下发出的声音就是最有力的回应。他们不需要大声凄喊，只需要静静地躺在那里，就足以证明神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在未来的考古挖掘中，或许还会有更多震撼人心的发现。但凯特夫希农银卷在圣经考古史上的地位永远是无可替代的，因为它第一次让我们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第一圣殿时期的信仰实录，第一次让我们在那么古老的实物上看到了上帝的名。每一位读过这段故事的人，心里都应该存着一份敬畏。我们所持守的信仰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深深扎根在几千年的历史土壤之中。那2枚银卷就是这棵信仰大树最古老的根须之一，它们虽然细小，却强而有力地支撑着整座信仰的大厦。在耶路撒冷的风中，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或许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但凯特夫希农银卷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神始终在那里，飞的话语始终有效。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份来自上帝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将永远刻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刻在每一个相信飞的人的心里。这就是2600年前那场考古大发现的故事。它提醒我们，历史是有温度的，信仰是有凭据的。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挑战时，不妨想想这2枚银卷。如果神的话语能在黑暗的地下存留2600多年而不朽坏，那么飞给你的应许也必能在你的人生中成就。这不仅是考古学的发现，更是神亲自留给我们每一代人的关于飞永远同在的证据。在那2枚银卷被发现的凯特夫希农，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开放的考古遗址。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那些被挖掘出来的墓穴，感受到那种古老而神秘的气息。虽然银卷本人已经被移到了博物馆，但那片土地依然记录着那个瞬间的震撼。每一次当有游客站在那里，听导游讲述那个12岁男孩如何意外发现储藏室的故事时，人们都会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那是因为大家都能感受到，在那个平凡的时刻，有一扇通往古代真理的大门被推开了。在学术界，凯特夫希农银卷的研究还在继续，学者们在探讨它的书法风格、它的语法结构，以及它与同时期其他西闪米特语文献的关系。这些研究不断丰富着我们对古代以色列文明的认识，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它的价值就在于那几行简单而深刻的祝福经文。它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纯粹的。它没有后世神学争论的复杂，只有对神最直接的祈求和感谢。这种纯粹性正是它跨越2600年依然能打动人心的原因。它让我们回归到信仰的起点，回到那种与神面对面的纯真关系中。所以，这件震撼神学界的考古发现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学术论文或博物馆的说明牌上，它应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信心的一部分。当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所读的是如此真实、如此古老、如此精确地被保留下来时，我们的内心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踏实感。这就是神留下的证据，它不浮夸、不张扬，却能在关键的时刻给予世人最致命的一击。那一击不是伤害，而是击碎所有的怀疑，让信心重新建立。凯特夫希农银卷，这件2600年前写着耶和华之名的文物，将继续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见证着那位永不改变的神。让我们记住这份震撼，记住这份来自远古的平安。
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世界如何喧嚣，我们都可以从这2枚小小的银卷中汲取到那份跨越千年的安静力量。因为神说过，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这份立定在2600年前的银箔上就已经给出了最完美的证明。当我们深入探讨这件文物的历史背景，还会发现它所处的时代正是犹大王国最后的辉煌。那是在约西亚王宗教改革的时期，约西亚王在圣殿中重新发现了律法书，引发了全国性的信仰复兴。凯特夫西农银卷的出现极有可能与这场大背景有关，它代表了那种将神的话语重新置于生活核心的努力。这种历史的契合感让银卷的意义更加重大，它不仅是个人的护身符，更是一个时代信仰复兴的缩影。它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开始珍视神的话语，并将其刻在银箔上，戴在身上，记在心里时，那种属灵的力量是足以穿越时空的。即便后来耶路撒冷沦陷，圣殿被夷为平地，这些被带入墓穴的银卷依然在那里守候。他们见证了国家的灭亡，也见证了信仰的存续。他们在那漫长的黑暗中守着那个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的承诺，直到2600年后再次向世人宣告神的信实。这种长时间的守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考古学中，有机物很难保存，金属也会腐蚀。但这2枚银卷却在特殊的干燥环境下，在尘土的掩埋中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这难道不是神特意的保留吗？非知道在2600年前的今天，人类会需要这样一份证据来坚固自己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这件发现会如此震撼人心。它超越了单纯的学术研究，成为了一种属灵的慰藉。它让我们看到，尽管人类历史充满了变迁和混乱，但上帝始终掌握着时间的罗盘，非在最合适的时候让最合适的文物出土，来成就非最合适的工作。我们今天的分享其实也只是触碰到了这件文物背后深厚意义的冰山一角。关于凯特夫西农银卷，还有太多的细节值得去品味。每一处古希伯来字母的转折，每一道刻痕的深浅，都隐藏着2600年前的故事。如果你有机会去耶路撒冷，一定要去以色列博物馆看看这2枚银卷。在那静谧的展厅里，当你凝视着那些细小的文字，你会感觉到一种时空的压缩。那一刻，你不再是一个现代观光客，你是一个与古代以色列人共同领受祝福的信徒。这种体验是无价的。它让我们明白，信仰不是一种孤立的现代活动，而是一场漫长接力赛的一部分。我们从前人手中接过这根接力棒，而凯特夫西农银卷就是这场比赛中一个极其古老而清晰的起点标志。让我们带着这份感动和看见，继续我们在真理道路上的探索。每一件圣经考古文物的发现，都是神对我们的一次温柔提醒。非的话语是真实的，非的爱是长存的。这件2600年前的银卷正跨越时空对你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当我们读完这段历史，心中不免会涌起一种深深的感恩。感谢那些辛勤工作的考古学家，感谢那位调皮的小男孩，更感谢那位在历史背后掌管一切的神。是非让这份审睡了2600年的证据在我们这个时代苏醒，带给我们如此巨大的震撼和启示。这就是凯特夫西农银卷的故事，一个关于银箔、刻刀、上帝之名以及永恒祝福的故事。愿这段故事也能像刻在银箔上一样，深深地刻在你的心里，成为你随时的帮助和力量。在以后的日子里，当你读到圣经，当你看到耶和华的名，请记得这2枚小小的银卷，他们在那灰尘中躺了2600年，只为了告诉今天的你，神的话一句也不会落空。这就是神亲自留下的最古老、最震撼的证据。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圣经考古的发现吗？或者你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历史谜题？欢迎留言告诉我，我们会继续一起探索那些隐藏在时光深处的真理。下次见。提到伊朗，你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是漫天的黄沙，还是神秘的面纱？今天我要带你走进一个你完全想象不到的伊朗。这里有全世界最爱整鼻子的年轻人，有比数学题还难缠的礼貌潜规则，甚至连买个菜都要在脑子里做10几道算术题。准备好了吗？
这15个关于伊朗的真实生活细节，绝对会打破你所有的固有认知。我们先从德黑兰的街头说起。走在街上，你最常看到的不是什么奇装异服，而是鼻梁上贴着白色胶布的年轻男女。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震惊事实：伊朗是全球的美鼻之都。在那里，整形手术不仅不是禁忌，反而是一种身份和财富的相亲。很多年轻人就算没做手术，也会故意在鼻子贴上胶布，以此告诉别人，我有钱去折腾自己的脸。每年在德黑兰进行的鼻部整形手术数量是美国的7倍之多。对他们来说，黑色的罩袍遮住了身体，脸就成了展现自我的唯一窗口。而鼻子又是脸部的中心，所以这股美鼻热潮简直疯狂到你无法理解。这种对美的追求，甚至让很多家境一般的年轻人省吃俭用好几年，只为了那一次改变命运的手术。在诊所外，你常能看到排着长队的年轻人，他们彼此交换着心得，那种氛围就像是在等一场演唱会。说完外在，我们聊聊伊朗人的内核。如果你去伊朗旅游，走进一家店买东西，结账时老板可能会对你说，不用了，这算我的，你是客人。这时候你可千万别真的转头就走，这就是伊朗最著名的文化怪圈塔罗夫。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礼节系统，本质上就是一种客气的谎言。无论是打车、买菜，还是去别人家做客，对方